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涉嫌贪污妨起诉，未来可能也有争取到无罪的空间甲机会。也毋过，伊的逃亡的可能性已经增加，所以方裁定以2800万来交保。啊，涉案的廖立庭、方策动转为污点证人，是检察官办这个案件有所突破的关键之一。 看起来秘书下调动他，伊是了解第三件廖立庭规件案件加在有机，互检方找到关键点。有没有跟大家说？廖立庭6月份方收押了后，检方出示证据，伊除了全力配合，佮交代关键现金，本正是用银行纸捆起来。毋过郑文灿行动期所用手令，方看破伊讲白贼。廖立庭就要转无点证人，嘛以25万交保。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？ 郑文灿虽然交保，毋过爱2800万，人生真济去白头甲甲，因为说落来阁爱伤脑筋。凡说阁有争取无罪空间含机会，未来嘛可能会阁想要目证据。律师认为，伊应该无可能走路。有没有串证辩证的可能性呢？是法院裁量是否羁押的重要因素之一哦。不过有不少法官的标准呢，是以证人或是共同被告有没有在审判中经过交互诘问来作为标准。那检方10摆申请诉讼票拢扣桃园拍断去，阁3摆裁定交保，扣外界指期敢有大细心。谢谢不赖事，不在其位。好，谢谢。全案件集审理的天数，证词拢会伫咧法庭公开，互大家检视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